下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流行音乐开说，说实话，舞台上唱起来比较潇洒。这个舞台看得太清楚，对，太清楚，平视轻伤用清楚了。给到部腿当中抹完清楚，无手手。我是完全不会画画的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但这样看不出来哎，这样其实是他有设计概念，是吗？他是有设计概念的，但是他的字我比较不好说了。来，丢闹热喽！闹热大擂台，闹热用下來，有錢朋友大家好，我係馮姑啊，來，今日大家好，哎呀，也有嚟到呢鬧熱大擂台流行歌曲組嘅波比爭霸賽，目前邊邊站兩冠的袁潔碧，很強哦，兩冠，佢雙禮拜一度分啊，96分，96分呢，當高分呢，哇，一種金錢冇按高分高衝，對，與頭練啊。對，你已經到達你的高峰了，然後開始走下坡。好，沒有，開玩笑啦。他就走在高原上就好了。啊，他爸爸在那裡，你不要這樣子。買公司，他爸那個得失心比他兒子還重，我跟你講。唔會啦，公司啦，有實力就是做得到。對，好了啊，今天有一位新的挑戰朋友啊。有來過嘅哦。係啊，有來過嗎？有啊。佢來唔係來比賽，唔係來表演來表演的哦。他家學淵源很深厚。哎呦，這個世代傳承，哎，真的呢，已經傳到他這這一代了。對呀，來比賽之前的介紹的評審現場。好，歡迎葉家秀先生、齊思斌先生、齊澤斌先生、總飛先生。好來，先生好。思斌先生介紹台啦，馬上進行今日比賽。來。TV 係新嘅朋友來自苗栗市，羅家園帶來馮羅趴。哎呦，係羅鳳賢啊！羅鳳賢啊！來，躺下來。你要唱什麼？那個星光沒落到天空，那個心情又剛又歡喜，跳也冇衰，給他一聲聲，天使強強明亮，天公亮，我愛離開也給家。條路爬，黑暗的草原是東哥的路爬，來東邊一條風路爬，綠毛巾，等人一聲聲，其實強強接近，天公亮，我的愛甲陪你。Take a swing. God, take it more, yeah. Don't take a swing. Chào Sê Moi. 羅布Sê Moi 當獎哦，主持人好。
好，你看你好，你好。对呀，哎呀陆风影啊这样讲的，哎呀，家学渊源啊，名门之后哎对对对，要同大家介绍哎，要做他个鼎鼎有名嘿，一港有名声，顶港有出名嘿，夹爸爸做很多罗国立先生，人家抽了一个片油。哎呀，这罗国立老师。爸爸听你唱歌哎，他坐镇有没有压力大？很大，很大，对啊，对啊，刚刚看你当冲，你好像眼神一直不断的飘向爸爸那边。对啊，瞄眼，对不对？看表情还正不正常？哦，哎，懂优秀呢。他现在好像你是不是有加入一个女团？对，新给他加女团。哪一个？嘿，爱 NGA 爱不是有3个了吗？嘿啊。为啥？加女就变4个。某有一个退出，然后一边有其他的规划。哦，本来还蛮演，张喜发、美玲还有贤贤、刘贤贤。哦，张喜发某哎，张喜发某嘞。被干掉了，然后你加入进去。他有其他规划。那你就加入你有还不想要来比赛？对啊。哎，你已经加入那个女团了。舞台经验吗？对啊，因为之前来这边都是。跟着爸爸来表演，就是我没有自己站在这里唱过，所以我就说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自己。而且有除了爸爸以外的人可以给你讲评，这些老师们不会客气的。真的，对，可能比你爸爸还严格。有可能哦。对。对啊，对啊，但是我相信他有相当实力。对啊，因为之前的比赛其实对啊，在舞台上不会陌生的啦。对啊，对表演们不会。父亲节你也来，对不对？或是有什么母亲节，好像你也有来。哦 ，TPK 发有来过给拜，也是来给拜，表演也都很可圈可点。对，他们会跳舞给。而且他蛮有艺人气息的。非常啊，东江啊，真的很有艺人气息。黑啊，漂亮。来，他露出自信的笑容。好，要面对现实了。好，我们来请最严厉的，可以吗？你会常出去外面那个吗？表演呀，比赛有啦，他蛮常比赛的。蛮常比赛的，所以你有经过这种老师评比的这种考验，就超呗。没有直接评，对，没有直接点分数多少啊？好，来，现在来，我们直接来说的，要加修欣赏最古猫的，不是，说话最有分量的加修老师。罗妹妹，还是感觉哎，你今天是有藏拙一点点的，我觉得他感觉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比如说从肢体语言啦，都冲国啦，共鸣的位置就是拘束，我就觉得。爸爸最好。爸爸以后不要坐，爸爸不要坐，压力大。对啊，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安排爸爸坐那里？人家爸爸本来躲在后面坐好好的。爸爸可以让他在幕后这样就好了。是啊，直接坐在那边，然后万一一个皱眉头，他都以为怎么了唱错。爸爸坐那里那个压力很大嘞，好像感觉我们有5个评审老师在那里。实在讲我觉得他真的唱得不错。老师一定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其他的呢，表演也都不错，也许音准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还是跟过讲金大颂就是说他没有放开来，比如说前面的，因为这首歌爸爸写的时候就是前面跟后面的落差很大，但是你把它变成是2个不同的共鸣的，就中间没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特色，唐一个就像亮傻了，对。就整个歌好像是个女团2个不同的歌手在那边唱歌。比如说你前面低的时候的低音呢，没有真的很放松，所以它低的有点压喉咙的感觉。然后到了高音的时候呢，那个整个的共鸣位置还没有拉到那么高的位置的那个厚度没有出来。如果你那个厚度跟前面的那个感觉接在一起的时候，那这首歌因为本来就写的就很有爆发力，那听起来会更好听哦。当然了，我现在实在讲，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啦。你们毕竟你们刚刚讲是这什么名门之后嘛，对不对？接着你要继承香火了嘛，对不对？所以刚才干部说，我们希望给你一点更多的意见，然后相对的那边4个也蛮踹了一蛋，对不对？给他讲点的在等你了，那就看你的表现了。那还是感觉讲你的将来努力的空间还蛮大的。你会调出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到那种在表演的状态。就表演2种，现在叫录影嘛，对不对？你的动作讲，你要先设定你是把它在现场唱，或者是你对着摄影机里面所有的观众的要
去表达你要讲的什么话，那这首歌的内容啊，根本可能都是你有点分心，可能真的是要讲这个爸爸在是很讨厌的事情啊，就跟一直眼神一直闪着去看爸爸，可是你又忘记你的表演对象在摄影机。然后你要尽量的把你该有的肢体动作跟所有的节奏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比较拘束，都没有做出来。虽然是挑你的毛病啦，但是来干国公，你还有那么大的进步空间，请你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先生，你今天选这一首歌是爸爸帮你挑的，还是你自己挑的？我自己挑的。你自己挑的。对。你为什么一定想要选你爸爸的歌？帮他赚250块，我都会拜托人，唱一下我的歌，250块。因为我之前比赛也是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成绩还不错。对，成绩还不错。我就想这次也唱一次，结果没有想到我昨天感冒了。哎呦，所以我今天鼻音很重。所以OK， 不一定啊，老师只是跟某一听啊，有时候老师讲的是反话，对，搞不好成绩还不错。对啊，对啊，我不知道哦。好了，那就看分数了，见真章了，好来哦，看一下罗家允嘅分数。好来，哎呦，看，就是西服呢。这个是不是？是因为他爸爸是罗国立老师，所以会送分，还是怎么样？讲好诶，大家莫讲看到罗老师抽了 GV， 就会偏心，因为我記得去年啲桃園嘅音樂節佢來比賽嘅時間，我係唔記得佢係羅國立老師嘅千金，我啲主持嘛，我啲特別彈嘅時間說，哎呦，你誰啊？冇伊厲害哦，佢自己彈貝斯來吉他，自彈自唱，還有帶 band 來唱，我知道我報名係當第佢係羅國立先生嘅千金。當然今日剛剛葉老師講嘅很對，因為可能替代用比賽嘅身份來比賽，佢太緊張嘅聽。我是看他那個就是想動不想，對，他有啦，他有，但是沒有放到很開。我剛剛提講佢很多。很多可能有影響到佢身體，唔過佢很多很多的創ảnh響性，我知道佢係感冒後嘅話，我覺得他應該會蠻厲害的。哎呦，因為 Andy 大分數嘅時間 ，Andy 唔低佢很多嘛，我就想講，他的聲音是穩定的，我知道可能強強嘅，唔過佢穩定度還有高音嘛，各方面對第100期多兩位比賽來講，我們很願意給他很好的成績。好，加油，就是西服。哎呦，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我看你爸爸那个刚刚本来做的也蛮严肃的，后来不用抢手了。那后面的压力就来了。对，后面不知道谁会被干掉是什么。某一天评分呢？有可能啊。大评分呢？第一个就94分了。对啊，压力也太大啊。东射暗涌呢？你太强了啦你。对啊，好，恭喜。好了，嘉宇先抽一下哈。好，先这边当抽。好来，好。接下来这个他好像是不知道去哪里运动，他有备而来嘞，还是去那个鱿鱼游戏刚回来，一冲黑嘞，鱿鱼游戏的66号，是，对，好来，反下来总理带来韩多路，来躺开了。错彩梦，最後人生準備出發，看見一條藍啦，看見風吹一拍，很多路走比很遠，我比到一個開始三萬大病，巴拉巴拉巴巴，彩你來離去，東南西北唔知走開幾多年呢？巴拉巴拉巴巴，年下來去去，翻山高橋，咩係因為愛掠雜架，山走比長長，彩是比長長，係你三年
拼了，拼了！你在飙车吗？对啊，飙到最后面好像有点。TVB 给西服压力来了，是不是？哦，有压力很大，哎。飙阿姨呢？你眼镜呢？他青筋都冒了。眼镜呢？你眼镜在上面啊。我原本是最后一刻要拉下来了，哦，怕拉不完就忘记了，差没还好你没有，这样也很帅。对了，刚刚在唱的时间，我们老师们每一个好像都听得很开心，很爽这样。对啊，好像还不错哦。希望。希望哈，对，希望哈。而且等一下还在原唱面前唱这个歌，对，也是有点压力。我还蛮想唱。看你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感觉上，你以前就这么瘦吗？还是？我以前很大块。你以前有90啊？6。还好啦，96还好啦。哈？还好啦。对啊，96还好，你又不是100多那种。可是那个就是走一点路就会很喘。那后来怎么瘦的？就是被一个女同学刺激到。哈？哦，你要瘦下来你才可以追我？不是啊，她是跟我说，因为我在学校有时候很爱唱歌嘛，然后无聊就哼个几首嘛，对不对啊？然后她突然间在旁边耳朵看我在干嘛，就唱了一首歌。她说：“你唱歌是还不错听啊，你那个地板上照一下自己长什么样子啊？”哎呦哇！他说不定要说你很帅啊，重击耶！真的哦。对啊，因为我应该没有到这么。地板上是什么？你站在镜子上面唱哦。简单来说就是照撒泡尿叫你照镜子这样。哇这个同学，他就是班上那种很劲标带头的那种大鸡头啊。大鸡头，说明大姐头喜欢你。所以你就应该没有，你就立志要。你就被他刺激到了。对，然后我就用短的2个月的时间，就暑假33公斤。哇，你怎么瘦的？天哪！怎么瘦？我很疯狂哎，因为我会想说，哎，我明明就没有到他讲的这么丑啊。我就说，就因为胖，你就要这样刺激我。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每天只能吃半片吐司、半颗苹果，整天，然后再去跑步，一直运动，跑步，每天50，200公尺50圈。哇，50圈。对，然后就一直跟。你也是很疯哎。因为我就真的有被刺激到哎，因为我天哪，这样就被刺激到了，我天哪！这个人是不能刺激的，好容易哦。我这从小到大不知道听多少。你知道我妈赞美我过说，哎，你就是一个优点非常好，你很会左耳进右耳出。应该要向你学习。你看你这样过得多开心，对不对？还行。心宽体胖。但是后面呢，2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我回去之后，他就变成61耶，63哎，快60而已，快60。然后他就是以为我新同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班来了一个长得好像还不错的哦。哇！然后更讽刺的是，他竟然在隔天，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嘛，然后他就还拿那个写那个就是那种。情书类似啊，哎呦，对他没有很明讲，但是他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嘛。哇哦，所以你屈服了吗？当然是没有啊。那没有啊，你一样啊，你撒泡尿照到自己。你要不要看看地板？对啊，你跟他讲，我没有讲出口哎，我很想讲，真的。他如果这样讲，可能腿被打断了吧？大姐。对，他班上大姐。哦，原来有这一段。还蛮，这算励志吗？算励志啊，哎，对啊，减肥真的是要靠毅力哦。这真的，这真的，你看短2个月，33公斤，这个很恐怖，这除非生病才有可能。跑50圈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做到。然后原本就是要炸鸡呀、薯条，然后一餐要2-3碗饭。哇！然后到后面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从那以后你就一直这样。对，那他也算是你的贵人啦，也是贵人，好啦，对啊，要心存感恩，是啊，好，从这来原唱，喜不喜啊？来，哎呀，张力让我另眼相看啦，要眼睛为之一亮。哎呀，点兵冲都懂后，而且你拿出你自己的一个风格来表现亚洲韩豆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当初。我现在亚述歌就为了我爸爸而写。呀，几首歌曲啊，我知道，因为唔係客家人，所以我知道用亞嘅方式表現，我知道你做得懂，我覺得你做得非常好。
如果硬要鸡蛋里挑骨头，当然就是最后面的部分。好，那因为最后面的部分的音准你没有抓得很稳，这个比较可惜。那这首歌呢，因为它带一点语气的部分，然后也比较属于摇滚的一个类型，所以呢，以你的声线来讲，要表现这样的歌的方式，还有跟你唱歌的习惯，要表现这首歌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用一个33公斤来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真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的毅力非常好。那我也觉得你勇于挑战的精神，所以我今天，不管你的需要，我觉得我给你的什么建议，我觉得在我心里面，你今天表演就是满分。哇，对，在我的感受里面，你今天的表演就是满分。老师说满分呢？我对心中的满分啊，对心中的满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啦哈，因为你毕竟要在我们这个客家的一个舞台上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再持续加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再找一些资料，让你的咬字能够更明确一点。因为呢，这个会帮助你。这个应该讲给我们其他的参赛者都一样，因为他们有一些是客家人，可是你不是，所以有一些部分，因为我们这里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典范，就是贾斯汀。贾斯汀，贾斯汀，他虽然是个美国人，但是他的客语学得非常好，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那我相信他做得到，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所有的非客家族群也一定做得到。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啊，你可以在我们的一些客家网站里面去找哈克学院，在网络学院里面去找一些拼音发音，他们都可以帮助你。然后不一定要，就是说你可能身边没有很多客家人可以帮忙你，但是这一方面我相信可以有很多资讯可以让你去理解。这样，所以我相信你可以越来越好。OK， 好，尤其是那个妹妹的巴拉巴拉，帮你加分不少。谢谢老师，谢谢什么大家，谢谢，好了，可以啊，给个分数，可以啊，总理个分数。94分，放100个星，第一个94分真是吓死大家了。对，会吓到我。好，谢谢，是王总理。哇，今天真的很拼哎。对，只是他后面那个高音那个部分，如果再更好一点，那分数会更不。真的。对啊，好了，杀好了。杀了，也表停带了，应该很满意。好嘞，谈完了。参加到一个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流行音乐大赛，我本来不敢报，你们一个太型的舞台啊，去说实话，舞台上唱起来比较潇洒，对，比较喜欢。所以这个舞台是怎样？这个舞台看得太清楚，太清楚，平时经常弄清楚了，那个细节要太给到舞台当中摸安清楚，管他的，无手手，走。
尽全力，用了不去，会让名字更结记，不言欢喜，全世界不言失意。 你要不要停？怎么了？怎么了？打什么 pass？ 没有，我刚刚说我只能救一个，救一个。我要牺牲自己。你要牺牲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自杀死？忘之类不？你有冲不冲吗？有。还是你要去参加别的歌唱？没有啦，我其实知道我今天这首歌会唱不好，因为不是自己擅长的歌路，其实是准备时间不够，加上自己感冒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好好 hold 这首歌，彩排就大概知道了。但没关系啊。但今天感冒的人也不少啊。对啊。全军覆没的感觉。没关系啊。对啊，还没到这个结果，还不到最后关头，不要轻言放弃。对呀。好了，我觉得还没到最后关头啊，这个老师向杂比欣赏公平啊。而且老师说你没有唱错啊。其实你家的研究，其实这个错大概微乎其微，一个爱念，一个唔念嘛，其实就是2个字而已。其实对气氛呀、嗓还有气氛呀、精神的评审形象来讲，其实这不算什么。你又不是就是落很大段，或者是而且你懂吃演唱设计。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啊，所以我们说没有啊，没有唱错。我先讲金冰与偷聊出国课的时间，我一堂就知道，你挑对了，这是你的摇滚魂。然后我吃到你的律动，即使我还是觉得你身体动得不够。我觉得当一个 rocker， 你其实身体要有律动，弓箭步也好。我觉得他今天有点那种自动放弃的。有安的感觉。前面那个罗家云一下子太高了。又挺你要想哦，其实你要想嘿，老天爷给你很好的礼物，对吗？有的人练那一场可能练不出来，这老天爷赏饭吃。那我记得一开始来唱歌的时间讲，让我一两首听听，你把我们下很多歌哎，你又跳山配啥歌曲？虽然讲第8关下来，我们也很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你的勇气是值得第2集节目底部度本当然看到诶，对吗？有的人可能跌下来之后，给出相公，我要休息，我不想要接受失败。但是你刚刚开开心心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进化版的乐婷。我先讲吼，这首歌曲特别合意，可能家讲很多有练魔脚，故说有的歌句子跟句子之间听得出来你的不确定，但是。你很厉害的，就是你让我觉得你的摇滚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我想更好诶。你保每俺喊低调 V 你低那 V， 这句你唱的有多好？你看不出出底，你唱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唱唔出来有很多。当然啦，我家龙会有欣赏啲讨论来讲，奇怪，因为听以前其实唱安尼歌曲的时间，它有那个律动感。譬如讲春天嘅風吹來思念嘅意，某一天你聽一句就要 rocker， 你咩做得soft rock， 就是有的東西係做得來咗，你是做過哦。不過今日幾首歌曲你踢太力的，就很用力，每一首歌都好用力哦，用力到我覺得你喉嚨好痛。哎，你糖裡面吃到你講痛，你喺愛吃到啲兩首歌曲底部度
还有差别的地方。你可以在那从体育技术紧张下去，都表明我们很疲乏。还好你有那句“俺喊的那 V， 你的那 V”， 我觉得那是一个亮点。所以我没有扣到太多的分数。我今年本年分数冇幾差，冇差。我唔啲其他先生有蠻看。不過我本年分數當然唔單止係今年唱的，我覺得很懂刺眼，那是又甜的東西。還有給你的是另外一種鼓勵。我希望不管下歌啊，也係講自家保留，自家想學客家歌、客家話兩張鋪分，我是很願意給你鼓勵的，加油！好，先生。OK， 來。哎呀，看分數啊！哈，看一下岳玉婷嘅分數。看吧，94分啊！你嚇我一跳，我還以為你講髒話。看吧，看吧，哎呦。UCC， 加油！对了 ，OK 啦，还留着了，继续再拼啦。好，谢谢。你不要故意想要那个哦，你不能爱上you，因为你就穿黑色衣服，那种感觉是追思会的感觉。还刚刚铺垫那些音乐，真是说我想说是这样。好了，来，下面这一位也是穿黑的。哎，沙磊，你在讲好的嘛？哎，有可能啊，他们都有那个战友的感情。好，来，沙磊，你小姨带来不会冇？来，谈过了。用骨折来交换，相信你。
如释重负啊！冲刷的，冲刷的，有忘词吗？没来一下，滑倒一下，滑一下，什么意思？这样是没有吧？对，你是哭了吗？你又要哭了？又疼你了呀！你跟玉腾一样，总会叫我呢。不过玉腾还好，他比较他的哭比较就是各式各样的感觉，什么点都可以，够用。这是感受，他就会受不了。哎，对呀，你跟玉婷还有没去参加其他比赛啊？我今年参加到一个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流行音乐大赛，跟你有一比啊？有比，我戏咧。啊，有其他嘛？我有戏，我自比该咋？我本来不敢报。我本来想说啊，不然报看好了。你应该要报的。应该会播呀。只想说他用动作空间可以练习啦。你们应该太应该舞台啊，去练。说实话，舞台上唱起来比较潇洒。对，比较喜欢。所以这个舞台是怎样？这个舞台看得太清楚，太清楚，平视情商用清楚了。那个细节要太给到舞台当中抹完清楚，无手手。走。一个那种台上的感觉，猛空腰，猛空腰啊！对，好了，唱完了，来重说来唱，费欣赏公平一下。好了 ，Sally，That's Go Q， 我觉得你唱个清喉非常非常的好。听你唱歌哦，唐你冲狗不只要听，还要看。好，因为当我们听的时候，然后在看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非常非常的有画面，那个好像整个场景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觉得这是你真的很棒的地方，但是同样这也是你的缺点。好，不过今天没有哈。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演，你在演的时候会影响到你唱歌，可能你想要演这样子，所以以至于你影响到你的音准。但是根本你来说 Go Q， 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棒。尤其你前面刚出来的2句，哇，真的是很漂亮。你那个故事一点上去就下来，哦，那个地方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再来就是真音的那个部分，我也觉得你基本上这首歌，我今天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好，那我觉得你今天的好处是你从头到尾，这是我很少听到你唱这样的歌。做到像今天这样子的位置没有跑来跑去，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跑来跑去，特别在你演的时候。所以说，但今天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那你唯有就是莫奈何这个地方很可惜，你那个莫奈不能去到后面，莫奈何，你这个奈要冲到前面去，你那个才，因为你已经到最后面，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冲，但是你要换假音。除非你要整个变成莫奈何，除非你要这样，那是另外一个表现。可是你并没有要做到莫奈，你不是这样，而是你想要唱出来，只是你位置没摆好。你下次记得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奈可以出来，跟奈就不一样了。好，只有这个缺点，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基本上我觉得是很完美的表演。加油！谢谢。哎呦，什么欣赏？我们算5分。对啊，按用就了看分数了哈。看了，哎呀，公布了哟。欢迎阿丽修一个分数。哇，什么欣赏？哇，96分。96分，原 Gaby 啊 ，Gaby 那个表情，激动好来呀！哎，那个鼓励都是真心的，没有笑容。他们是，我相信他们真的是开心啊，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不啦，相信你 ，bro。好，加油，好，表演就好了，哈，加油 ，bro。哎，少宇很可爱，他每次就是自己就下去了，也不用 cue 他回去。对呀，哇，这个泰卡都太强了，我看。尤其今天来了一位新的那个小将，实力董立辉，你把大家刺激到大家，那个潜力都激励出来，真的哦，对，太棒了。杀了哎，你 V 面咋，你给比带轮快嘞。
伊打造，我是唔想上班，基本伊拢就了，我袂唔想上班，基本伊个下手，我都唔想上班，用袂答伊唔想上班，基本伊打造，我是上个衰母，基本伊拢就了，我袂上个衰母，基本伊个下手，我都上个衰母。这不是水母，我摆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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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伊下班就不想睡咧，摆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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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伊下班才2、3點咧，擺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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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媽誰先老成啊咧？少做我不就共衝咧，共衝咧，擺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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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誰先老成啊咧，擺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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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伊下班才2、3點咧，擺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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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誰先老成啊咧。少做我不就共衝咧，我少做個安布拉，天屬愛夾夾碎木咧，擺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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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嘞！哇！我不能像我老师还跟你耶！对啊，对啊。哎，很棒啊！很棒啊！哎呀，跟现场的互动，跟一个乐团在表演，跟现场的互动那样。你好像带自己的笨出来表演。对啊。是不是？跪下来谢谢他们。哎，不是啦，不是啦。哎呦，我不能像我哇，fighter 嘞，因为我羡人家这种国味，哎呀。哎，哥，只有2个青丝哈好适合你哦。对啊。以后就陈忠伟、曾仲伟真的是你的歌路，真的，对吗？对，上礼拜也是唱，上礼拜也是唱。哎，后来刘强在正营周的呢，哎，真的。哎，爱卡勒你们周的吃宽啊，爱卡勒金钱英雄有冲过，哦，后刘强哎，你讲会刘个嘛？讲会刘个，嘟嘟好啊，你也唔知现会刘个国味啊，嘿，对啊，我做董事汉，董事汉吗？哎呦，好哦，嗨不嗨？嗨，开心吗？开心。你的队友们，你现在第几关了？听医馆啊，你们会挑战第3关。看还有没有8首的开讲的歌？有啦，跟爱卡勒同跟陈忠伟加起来有啦。哎，好了，重提了，向嘉秋老师公平一下。来，哦，我觉得哈，我感觉我食材哦，你从的食材让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感觉。然后虽然自己知道哈。有一句词唱错了，哇！唔过是才讲，几下按几条歌唱好了，俺感觉讲，你会唱的那么完美。坦白讲，他的那个破的那个声音，我刚刚还特别问一下，我说真的我有唱到破的那么漂亮吗？他那几个破的那个声音破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是在讲哦，这是真的感觉到他自从坐上那个位置以后。这一直要求完美的那个脱胎换，我觉得是一种自信心，全部都爆发了啦。啊，虽然说那个歌词唱错那一段，我觉得即使扣掉了，其实我本来想给你满分的。哇！啊，当然后面那个反正那个大家一起乱唱那个地方，那个 pitch 不太准，那个就听当别论，那个是。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有唱错，自己心里有数了，然后在后面就是真的啊排练哦。排练。但是我们必须讲，整首歌在你的表达的过程当中，不管整个歌的组合啦，那么我特别
特别欣赏是那个声音破掉的那个向上半那个地方，那个感觉就是它非常完美的是一种 rock 的那种哦，我相信小叶应该知道哈，我也觉得是蔡公，你要感谢他，因为也许在这个地方你们互相看来看去，你就学到了这一套哈，就是让我感觉做的你就是尽你所能的把它弄到很完美了啦。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如果没有那个忘词的那一段的话，反正我会觉得说太完美了也不太好，这样好不好？好，当然我觉得真的今天恭喜你，你真的唱得很好，不管成绩是怎样，对于该来讲，我是觉得你今天是这5个人当中唱得最好、最完美的一个。好，心不心？来抢小姨哦！来，小姨来，目前新手服，小姨来，姜哈磊的部队同分分数喽！哇！哎呀，姜哈磊看哦，今天大家应该就都留下来了。对，全部留下来。下个礼拜还是一样啊哈，继续比啊！全部高手这个竞争呢，哇！要不要挺加油啊？对啊。好，姜哈磊看原件比嘅分数。家具店，家具店啊！哎呦，过年的时间金毛汉呢？金毛汉。对啊，我在想说这家具真的有人买吗？有时候我们一个家具可能就一用就用了20年。也还有没用卤蛋吼？做的 IKEA 嘅都有冇？唔啲问题买就上过，以前我想讲奇怪，按多人买，嗰东西跌到哪去啊？这110公元哈，好几百组啊！哦，你看某一张页全卖这样。有没有听到？你看好几百组哦，有没有？所以莫名其妙赚了2栋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对呀，搞不好那个地皮也是他的。哇，没有错，没有错。姜哈磊看原件比嘅分数。哇，15分呢 ！My gosh， 恭喜原件比！哇，恭喜！避免成功抢电双避免炸破壁，第3关，恭喜！哎呀，来到咱传统组的武艺整8岁，目前避免炸1关的王梅珍，一关啊，小白鹿很懂闯啊！来，今日每一位新的挑战朋友啊，等下咱来堂里唱歌呀！来比赛之前的介绍人评审欣赏。好，欢迎恰皮国欣赏，李秋华欣赏，林在义欣赏，曾敏珠欣赏。欣赏好，好了，CP 欣赏介绍的，马上进行今日比赛了哈。好，欢迎 TV 雷次新主副口林米勇带来评判。好了，谈好了。从一
附近哈，哎，品性欣赏哈。哎呀，创到以后呢？哎呀，上运动量呢？量啊，没创，嘿啊，第一摆就参加比赛，系嘛？第一摆，其他有去参加过嘛？诺波的比赛，天传艺啊嘛比赛，天传艺冇，沙旗嘅就啊，沙旗嘅比賽啊，咩喺客家歌嘅比賽，有得到乜嘅得冇？有勝天啊，有勝天啊，動力開的啊，係啊，誒，同樣老公都好唱歌呀，好唱客家歌嘅，咩唱客家？嚇，廖建山，19張咁上台嘅咋？哦。梁明一唱有些英雄，19張咁上台。哦，對，19張咁上。因為他平常謹言慎行啊。對啦，係啊，喝了酒又啊，就流放了，鬆了。對，沒事。就好唱歌咧。哦，你咁20、19，唔是啦哈，唔可以緊張啦，可以嚟嘅。係咪？唱到以後呢？架勢十足。會強哦。強嘅。強哦。哎呀，唔是強，係啊。唔可以硬數倆人見打破嘅。見你打破嘅，根本要來冇老公，冇係啊，係標唔自家來，喺度下，撞木都走嚟啊，咩啊，要個阿妹啊，照顧，要老人家照顧，OK，係啊，好嚟嚟唱題嚟啦，哈，唱題嚟，譚平生先生講評下嚟唱奇怪先生，好嚟，好，美容設計哈，今日嗰年表現哦，無像一般講。上台會當獎啊！鐵也嘅上當量，也上當量，中氣十足，嘅上出來，真是當太鹹啦！唱來講平平順順啦，但是呢，要有兩個地方我叫你注意，鐵咬絲鐵咋。客家了咩客家了咩客？係客家了也係個地方。嗰啊，嘹亮了個啊，就全部都係團啊，冇講去練音去唱，不該揾去個地方做唔嚟揾。你愛北撲，也什麼撲嘅地方？來玩嘅事業當做嚟玩，唔係講係現場演玩就做得，但係兩隻事就可以，兩隻事就可以到去一樣。你落去當然唔係查，人上會當足，但是你玩嘅地方就冇對的，唱冇乜問題，平平順順，唱冇乜問題，平平順順，玩嘅地方自家要多注意到嘅，還有首歌咬字要注意一下就好，繼續加油哈！好，安先生，你看幾本書？我可以啦，連美容嘅本書。好啦，係啊，咁個邊個本書我都查係啊。咁要錯唔錯歌詞？係啊，哎呦，對，做得嘛？天拜啦，好少會見狀啦，係啊。即係而家感覺，上映東獎，即刻上樹地位啊！因為唔天拜來，唔肯一拜來，你都會嚇死人，講真嘅，真係啊！係啊，唱得以後啊，家人一開嘴我都嚇到啊！哎呦，一集不差哦，係啊，但是可能就是還冇經驗啦，還冇經驗。其實兩片看到評審先生會多少緊張？對，唔怕先在邊當中坐，先可以啦，先坐一下啊，不用自己可以啦，先好嘞，好，沙雷牛田帶來3個字。好嘞，彈好啦。
帅哥美女好。对对，创得这么好按呢，拍摄过来的，这么好。做嘛？每摆都按用。啊，你今天冲不冲吗？没吧？没有，今天还不错，那手你看哦，还会比。很圆。有没有？有那种妩媚的姿态。你懂后啊？最好是妩媚的姿态。有。进来进后，肢体方面。只有那个手很妩媚。冇，你基本上音美字。上音还好。圆那样，系啊。哎，上礼拜的初创也不用打的，你心度嘛个感想。其实我知道来是福建人啦。对啦。做的创作尽量演创舞台的经验。做的创动样的艺术尽量创啦，莫想很多。顺其自然。你像个里面太高，你看创作一下已经唔知啊，差不多3年有嘛。6年人嘞。6年人的系嘛，6年人的。佢共同嘅。第二舞台带6年人的，不差，系啊。就像这个。好多东西。这个不改。就要大礼拜，哎呦，我又要弄嘢咯。哎呀，又有钱都穿，这个钱，茶马飞，还有片同学室，还没过1日。交朋友，哎呦，同学公益的呀，2年的反正同学公益。是，但是你上礼拜有想到我们要做生意吗？冇想到。上礼拜吃到葱都冇按好吓。没有，是上班做生意的时间就想到我们。应该讲是做生意是唔拄好。唔拄好。啊，做好个礼拜，太几个多少？分数有点检查。做到嗰边较拄好，知道唔好想，跟较好嗰边，较好嗰边。太个做。我相信太个做上我吃宽的啦，错宽啦，你错过，哎，错过是好呀。哎，唔好唱，我错，做唔得，我错下以后实力要累积起来，系嘛吼？好了，唱退，来唱电视欣赏公平下来唱秋话欣赏。真嘅呢，三个没按好唱啊。真的。同难。嘿，同难，真的同难。人嘅唱阿冯老金啊，2首对唱。哎，先不用。你呀树啊，梦啊你呀家，小条，对唱没？3个6就2 6。没，我到礼拜没唱。那个礼拜唱，但是冇按简单咯。你要做主持人做按叫，你要去运动堂的是传统3台跳真难唱，真的非常的难。除了咬丝的张型外，4句8节没注意。43是按日数嘛，而且一首歌曲里边有4句嘛，而且几里边调节4则词，还不3则词，所以弯进去很重要。以前人讲唱歌啊，冇去注重啊，想要买唱，啊，既然你也有必须的，就要注重那种的，你要必须规则就按嘅。你今日电影当然你上模那些嘛，装了真好但是你听一句歌唱妹一下你是跌下来扔脚，就讲第4则词你就忘记，要是听大上哦你就没讲按到4句8节的，应该是多一节出来的。还有唱上歌的时候，歌是可能你头前勇气唱多，后边你输音的时候就感觉多少很弱的喂。你播出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弹哈。后边的2句做得所以你我迄感觉你迄按讲来唱，你歌唱妹你是照第4句按唱法，你是平和，因为还好。了解哈？了解。唔免我帮人闹嘛，你唱好，我让肯定有爱个嘅缺点，我就评审先生我让你做出来，你要按样要进步嘛，讲系嘛？所以你要说歌曲，我是讲听一句你要注意啊，你先生是人就讲嗰啲缺点，爱个经验要更加好哈，加油！好，哎呀，谢，来看下个分数啦，好，看一下牛婷嘅分数。哎呦，做对了。93点，做对了哈，这分数好来，来转一遍让我查，按名字按字 C， 好嘞，撒下来呢，撒来帮米ခင်帶來3個字，來，彈我啦。
子啊！你好，你好，哎呦，对。前一阵那个头摆还开店的嘛？哎呦，家具店。家具店啊！哎呦，过年的时间去武汉呢？去武汉。哦，个家具店当好穿呢。啊，那有呢，当贵呢。家具店都穿。随便跟你说一个什么木头，对啊，7、8成以上呢。很贵嘞，当辛苦哦。你是搞工厂的吗？嘿啊，我们有间，那赚更多。有店。对啊，有工厂的穿很好懂。有工厂又有门市，嘿，跟好去搞一条龙服务。对啊，他不是说工厂做啊，按印来给拿货安尼，跟工厂做按拿货可能就穿完多。你去搞有工厂做，还有门市吼。某一天啊，有可能卖它便宜的喂，生意就会很好。有啦，开多耐。清晨开了中立外环道，还有转去个青岛嘅杨梅开。杨梅，个家具那种动态嗰種。冇啦，你搶無人當然搶。生意又冇做啦，做安泰。當大眾呢，生意冇接啊。佢做強咧，如果我要圖書，我冇做一樣。哎呀，跟人個家具店幾百平那種，太啊。大部分都係，而且還有工廠誒。跟住按每接啊，按大送。冇人愛接啦，按辛苦做到很唔冇乜強。因為辛苦那方面辛苦。人難搶，一做啲嘅東西要重。重。我要人板。錯，要人板，唔係講我煮啊要許多，冇可能。然後要配合嘅，全部靠體力嘅，不行。啊，冬天那就真的累了，真的很累。因為我頭擺在不用橋嗰邊，個四川路咩青島家具行，其實有配合的那種送家具嘅對位。我們所以吃都沒懂辛苦。生意圖書下樣唔會做的啊。哦。你每個工業區上班啊，現在做都沒必要你下樣。哦，你下今年還有開？退休嘞，退休這樣來的啊！因為我一直認為好像開家具店很好賺，因為你看一家比一家大。真的我看到個辛苦嘅。真的呀，辛苦聽說過啦。對啊，我在想說，這家具真的有人買嗎？有時候我們一個家具可能就一用就用了10-20年。你還有沒有滷蛋吼？做的 IKEA 嘅都有冇？你啲問題咪就想到，以前我想講奇怪，按到人買。個東西跌到哪去哦？這一隻工人哈，好幾百組喎。哦。一下子某一張頁全賣像這樣。你有沒有聽到？你看好幾百組哦，有沒有？好幾百組。心裏嘛都懷疑呢，奇怪嘅到底賣到哪去？奇怪咩？唔知賣到哪去哦？哇！所以莫名其妙賺了2棟房，都不知道怎麼來。對啊。搞不好那個地坪也是他的，哇！沒有錯，沒有錯，真的哦！哇，我們該不會仿了中立首富吧？哇靠，大地主，對啊，不是大地主沒有這麼多啦，一點點來。小地主沒懂厲害啊，總那個片。對啊，也算退休哈，就是退休了，衝過呀。哇！這個大地主，哎呦，厲害哦！總說來講，在欣賞公平一下。原來唐豆講大地主哈，他已經講河洛話講殘橋啊，殘橋啊，佢兩樣點嘅你哦，冇本人啲，就像一樣嘅啦，啊，成個來到hier嗬，我動要心情嘅來，但是唔參加嗬，我做一個我也缺點咩嘛，有個心情唔啦。你創出一聲音哈，就像你溫氣有 OK 哦，但是哦，你都放緊哦下音嘛，連接的音好像冇順啦，冇順，歸數講來歸下嚟是可以講 OK 啦哈，但是呢，小部分呢連音方面呢個都加強啦，所以彈到就這樣啦，三個好唱又好彈，你嗰種詩你就溫氣以後啦。可以講歸屬國嘅嚇也一平順啦嚇，希望睇繼續喺度加油呢方面咧嚇，接應嘅啦。接應嘅部分先。多謝啊！嚟看幾個分數啦。看一下黃美琴嘅分數。好嘞。真係94分呢，目前7分。係咪我老多按你講咯，可能係啊，要分數完以後呢？我做對啦哦，做對啦哈，什麼做？係啊，殘橋啊，做對啦哈，做對啦，田橋兄，田橋妹，棟梁，好啦，沙下來，沙來城裡面帶來平板，好嚟，彈㗎啦。
国传唱。哎，你张奎是冲国给吗，童总？哈，起来，哎呦，给嘛？帮你跳前还有嘅，阿勇。没有，冰来冰去嘅童总。哦，真的呀？真的呀？对啊。可能是那个短影音看太多了。哦，还有。有没有 ？Music。我啦。Music。有些球，有些球。哇，老当益壮啊，老牛益壮。里面哪个？係啊，比到呀兩年人啊，兩年人，兩年人啊，兩年，面皮一盤哦，面皮一盤啊，面皮一盤啊，面皮盤啊，哦面皮，唔會啦，係實力強，實力強，冇可以打的，打唔得，係啊，吃醋的那種。這種生意咧，較冇喺個作用哦，一腳底就攞到盤盤的皮球種意思。你講這世界咯？係啊，冇喺好做，冇喺度作啊。面皮同腳皮咁樣按盤。個腳皮當盤哦，夏天落天哦，驚半個十股插到咁怕。哦，所以要拉盤呢？要拉盤啊！啊，你那作海落去，腳會放唔來啊！海會半個那作點放唔來啊？對。按用兩下輕舟的行個健康步道，對不對？都不會痛，所以用這。不過你要做唔得咧，有我見咧，皮變薄啲咧。薄的，真的。以後來之後，董事長就冇了啦，就沒有腳皮這種事情。做生意所以當學家，阿母特因為做個網山啊。網山啊，網山做個阿母特別風哦。加摸個田火啊，通常個雅士凳要喎，跳過就做雅士凳啊。雅士凳，佢用雅士凳係，該用個咧。招幾啊？招係。佢就會潮落嚟用。你招到幾度風啊？該喐風啊。就做得到。咁個個點樣雅士凳就就缺點啦，特別本個沙堆啦。沙會堆嗰啲火啊！沙個要停定可以用電鏡。因為見從人都堆嗰啲火啊。真的㗎？係啊，真的。哇！沙個要停火。小時候蠻好玩的。對火。對啊。你還可能太幾家都唔掂嘛？對，而且你看現在很多老人家哈，他就一直都記得條白事情，動清楚，其他事情唔記得。佢哋想嗰種嘛？記得動清楚哦，啊，上次東西變得
有个跳个东西中倒来了，唔记得。木匠啲差得两片啊，俺木匠。我木匠咧，我司机根本都不用跳舞。挂得两片，俺司机咧，卖银行啊拿走。不然你们好啊，不会飞向跳摆嗰啲动作好高嘅事情啊，好高嘅事情分用嘛，分用。是佢冇共用咧。来，唱出来哈，来唱民族欣赏公平哈。啊，里面歌啊，你唱了三歌平平顺顺，真好哦，咬死就章，吼，仲有我唱跳讲的，哦，一點睇識噶，一開始唱嘅時滿太上，會嚇死人，嚇㗎，一喊是嚇出來的人容易，吼，其他冇乜嘅缺點啦，哦，所以你嘅歌聲要比穩來，哦，唱到比潤先來，哦，冇改呢。哦，冇唱啊，加1禮拜來，加2禮拜過來，又唔記得咧。哦，所以講時常一點一加，哦，個歌聲慢慢見彈，彈嗰條前邊形容俾人唱誒，你喺 YouTube 按風行啊，嚇按風行，所以點下都是有萬人嘅歌好唱，李秀霞老師嘅歌咪當多啊，你是啲一切對唔會啊，哈嘎按唱啊，嚇，你是啲潤啊。潤潤的唱，哦，絲牛必張來，哦，跳起跳潤來，還是真好嘞，哦，繼續，哈，好，安子 C 合唱，啊，一氣呵成，沒錯，但是那個氣放太多了，我唱講故事啊，哦，有跳起嘅，對，看幾個分數，我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要到分數有可能做掉下來，冇問題，免皮強樣按破，繼續錯的，繼續錯，容易裡面講，好嚟，好，沙雷係黃梅珍帶來羅山歌，來唱歌啦，嚇。高春窗，都已見那高辭了。哎，你张奎是冲狗给吗，童总？哈，给啊，用用，给嘛？光一條錢還要嘅，阿勇，沒有，邊來邊去嘅童總。哦，真的呀，真的呀。對啊。可能是那個短影音看太多了。哦，係啊。有沒有？有啦，沒有進。冇啦。沒有進。有些球，有些球。哇！
呦，老当益壮啊，老牛益壮。对，加董英整的董英整呢？那条前还有预备动作。对啊，哦，很认真的。你平常做任何事情就按音整。董英整哦。哎，我点就是很对。工作上也懂音整。搞咩董英整？嗰陣我上班的話嗬，以前上班嗰陣講8點上班，我7點20分就去嘅。那做一種。我老公講我一邊7塊係冇。那做一種啊？沒有啊，去嘅時間沒啊，你可以準備你掃地啊，本乜嘢桌子誒擦一擦有冇？哦。茶杯有冇？洗啊，倒滾水啊，我都準備這些東西。還有他的儀式，上班以前的儀式。我卡帶唔起啊，是吧？沒啦，沒個做好起來啊，還有咩啊？哎，那你不是薪水小偷呢？你要8點上班，你就8點5分多，再來開始慢慢做。錯啊，從我第八嗬，差唔多上班咧嗬，存到差唔多3-4分鐘，用冰的咧呢，笑的咧。哦，個頭家唱到很心歡喜啊！超噶，係啊！嗰時候以前一上班嘅時間嚇，嗰陣講我出過醫療嘅話嚇，嘅問個頭家嘅話，正常嘅話嚇，搶佢前2日2日嘅特休有冇？我係特地本來4天。哎呦，哦，因為對，沒 TP 後，太認真的員工了，哎呀，是叫你說。公司已經太乾淨，不用打掃了。不用每天提早4分鐘。沒啦，自己的位置啊。自己的啊，給自己個辦公室有冇？去搞辦公室做，去搞找呀。以後來，超上班。對。哎呀，做嘛的事情都會做得懂。對，小習慣就會變成放大在生活。對啊，所以以前的話呢，你會不會辦公桌很乾淨，然後家裡很髒亂？應該唔會的，全部都懂啦，因為養個槍力啊。因為有談過有冇個懂得我去那邊做善事的呀？哦，佢會團員去打掃家裡啊，有冇？但他自己家裡很亂。哦，幾時打掃冇共用啦？穿錢的冇共用，穿錢冇共用。唔係穿錢，嗰種做善事這個。哦，做善事，他們唔會查，做善事唔會查。對。他留點善事給家裡人做啊。好，OK 了，好了，聰太嚟唱《奇怪先生》公平一下。嚟，麥振小姐哈。先生好。係，佢咪唱嘅日落山歌啊，可以唱得輕輕鬆。唱得輕輕鬆，本來就會唱歌冇必要講哦，我當緊張嘅嘛，就輕鬆嚟唱。人家師長啊，強演，師長也強演啊。尤其人家音質啊，也相當好，都是會叫人嚟上嘅。哎呦，你因為叫啊嚇。但是不過還有一系列小缺點嘅，就乜嘢咧？客家唔是同你家中的動態客家咁就好，好，也按就注意，當然也客家也兩隻字，當到人我唱唔唱，唔係講唔掂嘅，係講加重音，唔是加到10分鐘都好就好，我相信佢哋嘢係按樣嚟唱，繼續再按樣嚟延續下去。相信成績一定我前好啊！什麼先生？真好嘞！歡迎唱《明天記》哈，目前經過本叫是師傅，我哋會同大家聽嚟聽演出咯。麻煩啊！係。哎呦，大地主啊！對，好員工。對，你講到大地主啊，那個陳立門先生大地主啊，花蓮大地主呢？對，開玩笑，好幾十甲呢。哎呦，好厲害咧！好，來，好，看下來看黃梅整個分數。出新專輯啦，沒錯，對，而且還自己畫這個，我剛剛研究了半天，這是你的封面嗎？試圖看出個玄機。對，有看出什麼玄機嗎？有生氣的人，還有狗，哪裡有狗？這整個看起來是隻狗。對啊，其實我是完全不會畫畫的一個人，在做這些事情之前，這樣其實是他有設計概念，沒有，他是有設計概念的，但是他的字我比較不好說啦。好，看下來看黃梅整個分數。好嘞。什麼先生？祝幸福！恭喜啊！恭喜梅神記 B 面成功，搶等送 B 面在 Apple V。恭喜 B 面聽一館。
农业音乐会。哎呀，今日的节目啊，有请到一位强的安尼客家师妹，都有记者，同样啊，没有你来的哦。对。哎，之前没有参加你农业大轮回比赛哦，係冇？哇，呀，佢已經天天與地夢一樣了。見嚟見講啊，隔3年佢推出佢新嘅專輯。啊，之前以前有推過嘛，嗬。有，你看看蘇當峰那種，佢專輯佢自己畫，他自己畫的。乜個東西？愛，但他蒙記啊，他自己親手畫的。啊，他很喜歡各種愛，世人的愛，家庭的愛，還有愛情噶2件事情，是她非常有愛的一個女孩子，對啊。來，我哋先聽佢唱歌啊，等下好我哋訪問佢，歡迎一位林奕涵。喜欢待在阁楼，享受逃离书本的枷锁，不怕做错，因为被责骂也很洒脱。长大以后，选择离家出走，感受走出禁锢的宇宙。他们都说要怎么做才会很不错，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路上都是一样的街景，看起来还是一样累的你，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不想变成一样的你。你说你想变成一只蜻蜓，自由的飞行。有的时候独自站在街口，回首怀念纯粹的悸动，不想看破你就是真的有所不同。幻想以后过上什么生活，回头有没有错过什么？他们都说人生不过就是几个念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路上都是一样的街景，看起来还是一样累的你，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不想变成一样的你。你说你想变成一只蜻蜓，天晚上你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眼角不停泛着光，天色渐亮，你睁开了眼睛看着窗，阳光温暖你心肠，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不想变成一样的你。你说你想变成一只蜻蜓，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不想变成一样的你。你说你想变成一只蜻蜓，做回你自己。好，金大姐好，你好，要见面了，要见面了。哇，每一次见面就有不同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从这么小，有到这么小，有幾多歲來比賽？13歲，13歲嘛，大概13歲。小學嘅時間。啊，係啦，安尼。安尼，哎，我講所以咪看到喺 TPA 機發嘅時間轉來嘅。30集團，係啊，對呀。他又冇強用咧。這張機啊，轉去變為小女孩、小女人。對，出新專輯啦。沒錯，對，而且還自己畫這個，我剛剛研究了半天。這是你的封面嗎？試圖看出個玄機。對，有看出什麼玄機嗎？有生氣的人，還有狗。狗，哪裡有狗？這整個看起來是隻狗。對啊，對，然後這裡有個臉。
对对对，他吉娜姐有抓到诀窍，他是必须要翻转的看的。对，就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就是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对。然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注音符号的爱。爱，对，我用这个去做发想，所以有叹气的哀，有阻碍的爱，但是也有爱。对，然后他 love 的爱，对，然后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3个阶段。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爱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这首歌这张专辑叫做《爱爱爱》，第一个是叹气的爱，对，就觉得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对，像前几天我还被车撞，还好吧，就是非常轻微的那种，这么漂亮的女生被撞了，对，就是我过了斑马线的时候，然后被一个左转的车撞到，哎呦，有怎样吗？没有怎么样，没有就是不幸中的大幸。那还好。对，就是会有这种小插曲在人生中，人生中的意外。对，偶尔会有这种意外。然后或者是一些困难阻碍。搞不好是人家故意要撞你，哎呦这么漂亮，我故意碰一下这样。对啊，你的下半辈子我负责，这个意思吗？对，是个女生。什么思维？女生，哎呦，女生也没有不行。也是要跳脱思维。搞不好这个 tomboy 也不一样，不一定啊。对啊，现在女爱也是没有讲太远。对，然后第二个是阻碍的爱嘛，就是面对这些就是一些小困难、小插曲的时候，能够可以克服它，然后变成是一种养分。第3个就是爱 ，love，就是用这个爱的这种大爱心情去克服一切。是的。你经过了人生不同的阶段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阻碍，然后你就开始心中产生满满的爱。对，然后去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家人。那感觉你这几年其实应该就沉潜了蛮多事情，发生蛮多事情，会让你做出这样的专辑，才会有这个三个不同的那种感觉。因为感情很伤啊，知道那种年轻人，他们通常都是会比较。不会有这种爱出来，会比较有阳光哈，不会唉声叹气的。对啊，而且现在小孩子应该都歌都懂后啊，对，都很快乐。你反而好像蛮有感触的。对啊，你怎么会这么年纪这么轻，你才20出头而已吧？对。对啊，为什么感触这么深？他蛮会就是反思自己生活状态。是我很喜欢反思自己生活，对，因为我在这是我的人生中，我觉得这几年我学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解决事情的能力这很重要。对，就是在面对事情先学习，然后再学习解决问题。因为可能小时候就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我的第一个爱一样，小时候就觉得怎么又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什么的。叹气。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是要去面对它，跟它共处。对，然后也让我学到很多，我觉得原来事情是我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样子。没有那么困难。对，没错。有些事情只要你面对还是可以处理的。对，有些事情暂时你可能此时此刻解决不了，对，但是你回过头来再看它，它就不是问题，就没什么，也是有可能，没错。他怎样用给事情？哇，那很棒，他年纪轻轻可以有这么多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在想他应该有啊，就是说就是说你 CC 出来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团体，你可能有很多有 J Girls。哇，这个你有很多的梦想，我每次来帮大家这样子，对我可以当歌星了，然后觉得没有想到慢慢成长以后，你就发现好像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对，然后你现在又可以重新又出唱片了，那你就觉得我尝试了自己创作，而且这是第2张了，是不是？对，而且这一张比较特别，是全创作。对，很厉害啊！对，就是认真沉下心这样。你跟那孟 Q 没空样了，Man Q 哈，Man Q 嘿，你们有自家创作，自家创作转型，你们轻轻都会合作诶。是，你很棒哎，所以而且你还就是自己设计。对，这次的专辑的那个里面的 MV 的一些动画的画面也是我自己画的。动画还有动画，你自己没有进去拍摄？我有进去拍摄，然后就是刚刚那一首《蜻蜓》吗？都有，对，全部都有。去 YouTube 上看，然后分镜我也试着自己画。分镜你也自己画，就是你还是导演的概念就对了。找 reference， 然后把它套上去。OK，然后再用 AI 去搭配这样。没有，我们就是实际拍。实际拍啊，实际拍。实际拍，台下靠印他就抵了呀。我网络上找一下他专辑。就是他的专辑比较林奕涵给爱专辑，也是尝试了不同。里面有多少条歌？9首。对，都有 MV，对，全部华语呀。
华语的，传播华语哦，对对，往华语走了，对，市场比较大一点，对，然后更很红了以后，再回来唱个客语啊，我觉得也不错啦，都中的其实都可以尝试看看，对，他不一定要朝哪个面向，因为你既然是创作歌手的话，我觉得很多都可以尝试，而且公司还对你很好哎，对，还去学画画哦，对我去安排你去画画课。其实我是完全不会画画的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但这样看不出来哎，这样其实是他有设计概念，没有，他是有设计概念的，但是他的字我比较不好说啦，下次可以学书法。OK， 我再尝试一下。公司把你送去画画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经费拮据，请不起。不会，他这个画画其实是有他的一个主题在盖里面的。对，我是有想过的。是啊，因为公司请不起人家来做那个封面图，那你干脆就自己画一画。对，现在很多事情很多是自己来，对，没错。但是也蛮有趣的，有时候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因为环境跟以前不一样，没错，很多事情自己来，搞不好会创作出不一样的火花出来。你本身是学美术方面的吗？没有，所以是没有画画底子。没有，所以你是去学什么？静物素描吗？我去学了一个蛮特别的课程，是什么课程？裸体素描。裸体素描，裸女素描，画女的，女生，裸女，真的是裸女，完全没有穿衣服。这个就是你的作品吗？是你对，因为那个课程蛮特别的，是1分钟那个素描，模特会换一个 pose， 所以你1分钟要换一个 pose。这是我一开始画的1分钟，你1分钟就要把它掌握起它那个神韵跟动作。对，然后这是到后面就是可能比较好一些，就因为在那堂课里面，老师没有规定你说要用什么样的素材，对我就选择了炭笔。这是炭笔画的，然后这是我1分钟之后的1分钟，就是每个这样看得出来你的进步哎，而且蛮特别的是，我会跟那个模特聊天，是，对，然后我去跟一个模特聊天，他很特别的是，他早上是在律师事务所当会计，然后晚上来当裸女，对，兼职，然后还有跳钢管舞。他又还去跳钢管舞，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人生很酷哎。对，然后他就说他在这个方面，他在展现自己身体的时候，他找到他自己，就是另外一种释放，然后就让我觉得体悟很多。哇，那他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啊？对，他可能觉得这些事情让他快乐啊，也许白天的生活他觉得累。他可以把会计辞掉啊，然后去专职做模特，或是然后生活跟兴趣要平衡，对，可能那样用啊。对，如果我们可以一样东西就赚钱，我干嘛做2样？一堆了，黑某。对，就是蛮特别的那个课程，让我有很多的灵感也放在这个创作里。你还会专访人家？对，其实别人的故事也是创作的美彩，没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人生故事，真的呀，真的呀，每3年都没 Q，像他遇到这个 model 就好酷哦。对啊，好酷，真的。对，在这段时间也做了蛮多事情，就是也有自己开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与你分享下雨的雨。蛮胸有宽的。对，我有时候路过会点赞。谢谢。对，与你分享。对 ，podcast 在聊些什么音乐吗 ？podcast 是聊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人物。对，然后也有访问编剧，像是人生清理员的编剧。你自己主持吗？我自己主持。对，人生清理员的编剧。没错。人生清理员是一个作者吗？不是，它是一个影集，然后也有电影这样子。对。对，现在 podcast 很流行啊。对啊，希望你的 podcast 能够你可以那个多角化经营。对，有越来越好，开展你的多元触角。是的。好啦，那既然你那客家字体嘛，有没有讲客？又要唱客家歌，所以来到安尼客家电视台，对啊，所以唱一条客家歌，就大家听啊。聽錯嘅，你就鼻水出來嘛。係咪哈？想要唱乜嘅歌？班牙都天歌，班牙都天歌，對，呢條歌好聽，來彈歌啦嚇。就没办法帮忙旅行到远方，感谢因你跳摆帮影相，就让永远也去借爱人的力量来为you。
蔬菜路，去爬马，讲连通下，叫菜花，演你唱来结情感。很多戏剧演出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女主角啊，然后在房间里面穿着那个男生的那个衬衫，有没有？然后掉了一点点，然后就很性感，有没有？哎，对啊，有啊。你怎么急转直下？我以为你要讲个剧情片呢。对，就是直男就这样，然后就 the end 了。没有，我在想，就是说你有去参加那个画画嘛？是。那你有做 podcast？ 对。对嘛，好，那你有拍一些影像的东西吗？我有拍广告，也有拍戏剧。哦，公公还有哦，有拍戏哦。对，有拍戏。是拍什么？我有演过一个电视剧叫《第9节课》。第9节课是那个徐伟宁跟陈浩生主演的。哇。对，然后在那个 Netflix 有上映。哇。在里面饰演的是角色是许可人。许可人就是一个很傲娇的一个富家女这样子。戏份多吗？富家女啊？对，没有到非常多。对，但是就是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会让大家看到你。前面比较多。前面比较多。哦 ，Netflix 第9节第9节课。对，大家再看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对。那你哇，你身兼这么多，斜杠那么多，你会想说，比如说你有去参加画画，对不对？你会不会改天就当那个模特？也没有不行啊，如果他想要的话。就是未来的期待一下，对，未来的事很难说。你俩他开一个 podcast 嘛，他有讲，他访问了各行各业。没错。其实我也有做一个类似的节目，就是会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对。其实我分享其实在做条路还有其实人生当中某共用的故事。对。所以其实从不同的人生故事里面，你会找到若干的重叠，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有时候这些故事好给自己力量。你就会吃到，所以他对于他给人按后上，给人有青岛的想法可以实践。往那个路很用白很低啊，很低啊，是。对啊。那你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唱歌吗？还是演戏？还是做 podcast？ 还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初心，最喜欢是唱歌。最喜欢唱歌，对，还是没有忘情唱歌这一部分。专辑都发第2张，还全创作。对啊，刚唱那首歌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真的呀，这个时间只差评审坐在前面盯着。对，没有评审，没有评审就压力小很多。这样子，你有唱过那条歌吗？有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唱过。这个歌对于小朋友来说会不会有点熟？不会，很多小朋友就是会冲哦，会冲两条歌。这首歌在我们这个比赛里面算是点唱率很高的一首歌。现在小孩都很厉害。对啊，而且你现在回到这个舞台，就是童年的回忆突然又升起，就很熟悉，很熟悉。对啊，没有什么改变嘛。对，有啦。棚变大了。这个棚你有来过吗？有啦，有。你送一拜有。这个景有来过。有，上次宣传的时候有来过。他宣传来过，然后特辑的时候有来过。对，就让罗哥回忆一下。对，同样的男主持啊，女主持已经换第3个了。因为上次也是吉娜姐。上次这样。那你小时候来的时候是安妮记嘛？对。 20关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对，永远放新的创作的专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你这张专辑会报那个金曲奖吗？一定会的，应该会，听就会啊，一定就试试看，9首歌应该就是可以报专辑，可以啊，没问题。报最佳女歌手奖，没问题啊，专辑高速度都在播啊，是靠那里，对啊，都是一个经验嘛。是，我觉得都可以试看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SOP 怎么走。是。那你
现在签的这个唱片公司、经纪公司算 OK， 很棒哎呀。很棒啊！他们就是支持我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都会支持你。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一起讨论事情，也喜欢你有自己的想法，对对对，实现。我可以一直去跟他们就是讨论跟讲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然后会帮你实现这样子。对，但有时候我也是蛮固执的，都秀了。对，就是对自己要坚持的事情也是蛮固执的。周聪、周恩颖都秀了，对，有时候不要将就，有些事情不用将就，是这样子。很棒很棒。清醒的转型，爱，多多支持，谢谢大家。没有你的肢体啊，没有你的说啊，莫讲什么的，出转型大家多多的。IG 当中都有哦，追踪起来。对，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稍后给我带了一条清醒转型底部的歌诶，叫做《阳光普照》。然后这首歌蛮特别的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我很多的元素灵感都是去看电影，就看《阳光普照》这部电影。《阳光普照》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悲伤，很有印象深刻。对，就是也是讲更生人的故事嘛。因为面对一个更生人的小孩的父母的角度，家人，对他该怎么样去面对，帮他也不是，不帮也不是。对，那部电影让我感触很多，都写在歌里面。等他躺一躺，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等于你的剧评都在这首歌里面了。对，躺过来条歌很多阳光普照来。这样睡了一觉，在梦里祈祷，要穿越过云霄。我能看到老鹰飞过那座桥，荒唐跌了一跤，无处可逃跑，掉进了这泥沼。我想看到太阳还仍闪耀，为什么？面对所有好，我讨厌自己被谁打倒，每天被罪恶困扰。阳光普照，所有一切变渺小，顺着小路一直跑，也不会跌倒。所有人都被套牢，躲进温暖的怀抱，也不再煎熬。荒唐跌了一跤，无处可逃跑，掉进了这泥沼。我想看到太阳还依然闪耀，再也不要压抑着内心的烦躁。我残留的自尊没多少，雨过后被太阳围绕。阳光普照，所有一切变渺小，顺着小路一直跑，也不会跌倒。阳光普照，所有人都被套牢，躲进温暖的怀抱，也不再煎熬。阳光普照，所有一切变渺小，顺着小路一直跑，也不会跌倒。阳光普照，所有人都被套牢，躲进温暖的怀抱，也不再煎熬。